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虎尾高铁站真水哦，有来设置着大型的声光的装置艺术，让游客会当来欣赏到在地自然的水。看到这叶仔甲金뿌，互人感觉讲艺术是伫山那中。这是艺术团队伫云林龙桂美古道用2年时间进行生态记录甲调查。 将收集的自然声音甲影像，透过立体动态技术设计成艺术作品，伫云林高铁站中现。从这个昆虫身上的纹理，然后跟这个3D 裸视的空间去做一个超现实的结合，让高铁站的这个站体能够穿透到大自然里面去连接的感觉。 台湾高铁甲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伫今年4月份联合推动宝岛随身听的艺术计划，即摆到虎尾高铁设立艺术装置，结合在地自然元素，互游客真赞叹。这个展览是到7月17为止，有这高铁乡亲会使去感受看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